来看有5间国小学生囡仔，因透过儿童文化基金会的补助甲辅导哦，去找出故乡的特色，也是讲一寡传统，编做故事，画做囡仔册。因的作品哦，嘛伫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展出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小芬，你倒来样定做回来，有一寡代志爱注意，做回来唔通洗头脏哦，窗啊爱关又好，做回来身体虚，袂使靠着风啦。台南日新国小的学生演出母亲生囝了后，有啥物在地传统？这个舞台剧的故事是对因创作的绘本《心肝宝贝玉阿瑶》发展出来的。这个绘本是老师带因用8个月的时间，入捌家乡的文化，访问在地老大人，创作出来的绘本。伫咱台南来讲，不管是咱做未来，还是讲在生产的过程内底，拢有一寡禁忌，可能是即卖咱的囡仔、交咱的大人，佮无一定会了解的部分。收暖要说什么？收暖收大大，互你较紧叫阿爸；收暖收利利，互你健康好药吃；收暖收利利，互你事事拢如意。5年级开始画到接近快6年级的时候。为了呈现真实的状况，绘本内底对话有一寡是用台语文写的，这是学生请教后来台语老师，也是学者专家才完成的。这个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是由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规划，计共有5个学校参与。那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时间也花在上面，然后能够记录原来家乡那么美。能够回馈给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作品，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感动的事情。儿童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鼓励老师参学生透过实地拜访、体验，了解家乡的人文、产业特色。这摆5间学校的创作拢有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，后面将透过囡仔的目睭了解因家乡的水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